大家好，就係我深灣阿 Billy 啊。咁今集咧就同大家分享，如果你手頭上冇錢，能唔能夠做到不良資產嘅買賣咧？呢一集已經係第3集啦。喺呢10年裏邊咧，不良資產可稱之為南海嘅賽道。如果你有心入局嘅話咧，接下來嘅內容你就唔好錯過啦。先帶大家睇下不良資產分佈嘅情況。當你了解咗之後咧，你已經擁有咗開啟財富自由嘅鎖匙啦。第一層最頂尖嘅，當然啦，屬於國家秘書級嘅5大啦，分別係華融啦、東方啦、信達啦、長城啦同埋銀河嘅，而家已經被合併㗎啦。所有不良資產第一口肥肉已經俾佢哋食咗㗎啦。咁跟住落嚟就係第2層5大銀行。有中行啦、農行啦、工行啦、建行啦、交行。咁呢5大銀行裏邊，所有嘅不良資產包咧，都俾佢哋承擔咗啦。喺市場上邊，如果你可以接觸得到呢一類嘅人咧，從佢哋手上面咧得到嘅資訊咧，已經唔係普通平民百姓可以接觸得到噶啦。所以諗都唔使諗啦。除咗有一定嘅資本要求之外咧，仲有背景嘅資源啦，能夠做到呢一層嘅關係大佬咧，我都想抱佢哋大腳喎。咁往下一層，第3層就係每個省份嘅地區，每個地區咧都係只得1、2家啫，管理住咧每個城市絕大部嘅不良資產，呢啲咁嘅資產包，亦需要對接同等嘅資源嘅。仲要考慮你嘅營運能力同埋管理能力，資金對佢哋嚟講咧已經唔係首要噶啦。流出嚟可以做到啲咩咧？譬如可以做個夾層啦，或者做個裂口嘅，都有操作空間嘅。但係買落嚟咧，如果你冇營運嘅能力，衰喺隻手上邊咧，可以話賠上夫人又折兵。再往下一層，第4層就係民間資產管理公司，精通 AMC 業務，有資金、有人物、有背景，能通過關係接觸到優質嘅資產包，可以咁講啦，做一單食一單，一啲都唔誇張。深灣合創嘅粉絲們能夠入局就係呢一層啦，事少流水多。再往下一層啦，第5層啦。就係嗰啲不良資產嘅服務公司，包括係啲咩啊？什麼法律嘅諮詢啦，債務重組啦，化解債務啦，民間過橋啦。咁呢啲不良資產市場裏邊咧，淨係幫你揾到貨之類嘅服務啦。呢一層裏邊亦都可以，我哋呢啲咁嘅創業者咧，有機會接觸得到嘅入局。因為不良資產一般嚟講咧，係市場上面嘅5折至到7折之間，喺呢層裏邊咧已經存在咗執漏嘅優勢㗎啦。不管你係住宅啦、商業啦、寫字樓啦、廠房啦、汽車啦、車位或者係園林啦、土地嘅資產，都可以喺發拍上邊咧就執漏嘅。只需要你懂得成個流程。再揾私中端嘅買家，就喺呢個環節裏邊咧，就食到唔少嘅紅利㗎啦。關鍵呢幾年裏邊咧，發拍出現咧，已經有好多已經浮現咗出嚟啦。有關數據喺2024年公佈，全國有79.6萬發拍房，而且仲有上升嘅趨勢，意味着未來幾年咧，每個城市都會湧現大量嘅發拍房。目前咧，有好多城市裏邊咧，係缺乏咗一啲嘅叫一條龍嘅服務公司，所以咧導致好多人咧根本都唔知道點樣去參與，隱藏咗好多嘅機會喺度。而家經濟嘅情況咧，要賺200-300萬咧，可以話都比較困難㗎啦。好似我哋啲中產階級嘅人啦、打工仔啦，可以話難過登天啦。咁實際上面咧，借200-300萬咧，就並唔係你想象中之咁難嘅喎。冇錯，你真係冇聽錯。而家有好多人咧，先註冊工商戶嘅開公司，咁實際上面咧，佢哋醉翁之意咧就不在酒嘅，根本不在於做生意嚟賺錢嘅，而且為咗借錢方便。
只需要短短6個月嘅時間咧，就可以實現咧。觀眾朋友們，你哋細想一下，當你擁有實打實嘅資產，營運緊嘅生意，你前提下已經做好咗準備啦，以公司嘅名義進行收購，以低於市場價錢買入，每間商鋪都準時每月交租俾你去償還你嘅貸款。記住一點喎，你係低於市場價5折以下買入嘅，咁即係咧就係大業主咧或者係集團公司啦，用100% 打造咗出嚟嘅商場啦、酒店啦或者商廈，而且你係用5折嘅價錢買入，你所借嘅錢去做還款都由你旗下商戶幫你去抵消嘅，你會覺得點樣咧？雖然講借錢翻嚟要係俾利息嘅，但係你所借錢嘅係低於市場嘅價值。簡單計一計啦，例如你買入10億嘅資產，喺銀行做個評估，貸款再70%出嚟，而你只需要可能花費4到5億個價錢買入，咁你收到嘅資產咧，前業主已經係用10億嘅投入㗎啦。你收嘅租金亦都係以10億個租金去收翻嚟。當然啦，租金係視乎你當時嘅情況嚟定嘅，但係都唔會相差好遠。咁呢啲咁嘅租金咧，你所貸出嚟嘅錢咧，係足以覆蓋咗你嘅還款㗎啦。當然啦，風險係有嘅，係有啲咩風險咧？就除非地球爆炸啦，或者係再嚟一次八國聯軍啦。咁你旗下裏邊嘅商鋪咧，全部都走光晒嘅，咁就呢啲要承擔風險㗎啦。雖然話都講嘅真係冇乜可能性，但係風險一定係會有嘅。譬如話早期我哋都留意到新聞啦，賣國賊李某軍啦咁樣，佢將旗下嗰199個港口就賣俾美國佬，我哋大陸政府咧都出手啦，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意味着國家係唔容許經濟受到威脅嘅，經濟上面咧亦都唔會一直下沉落去嘅。我哋深灣成立到而家咧，已經成功幫咗幾個粉絲咧輕鬆入咗局㗎啦。如果你對創業有興趣嘅話咧，想自由財富，請加我微信或者嚟到我哋公司了解一下。拜拜。